国兔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。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秘书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皇公子，走吧。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六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。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你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月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芈姝，并非真芈姝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大良造，你意下如何？大王，既然张仪建议出兵，还是请大王定夺吧。大王，大王，请留步。大王，臣有话要说。说吧。臣猜测，这次出兵，大王本来属意大良造。寡人不是非他不可，而是想借势化解恩怨。可惜公孙衍却故作姿态，与寡人较量。大王不必为难，如今我大秦众志成城，臣
愿意亲自领兵出征。你也不用亲自出马，寡人打算安排司马错为帅，去对付楚军。姐姐，姐姐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吗？妹妹可曾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楚国了？我听说了，是楚国发兵攻秦，秦国不得不出兵应战而已。明明是张仪欺诈在先的，王兄才愤然出兵。眼下两军对峙，千钧一发，秦楚联盟即将破裂。如果此事能够劝说大王退让一步，这事端说不定可以化解。姐姐想让大王如何退让？说服大王再派使者出使楚国，将那600里土地照承诺送过去，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？姐姐糊涂。游说大王和朝中重臣要立公子华为太子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那些游说之士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游走列国，呼风唤雨，搅起风云无限。因此，让公子华当上太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据说这些钱都出自魏夫人之手。姐姐还知道什么？听说魏夫人下重礼的人中，有那个最会游说的客卿，叫张仪的。怎么会是他？你当日被一群人抓走，大王就是派他去游说一曲的，用600车粮食把你换回来的。他的口舌功夫也由此在朝中有了名声。张仪对我有恩。是啊，我知道妹妹与张仪的交情，所以想求妹妹出马，让张仪千万不要帮错了人。此事重大，我不知道张仪肯不肯帮忙。人人都知道那张仪爱财如命，不就是送钱吗？魏夫人送多少，我们送多少，不会亏待她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张仪这个人看似无德无行，但实际上却是胸有丘壑，极为自负。他如果爱财，以他的能力，他只会自取，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。如果单纯只是以钱财贿赂他，只怕会得罪了他，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办？姐姐别着急，既然这个人难以为钱财所驱使，那魏夫人的钱财也未必能打动得了他。哼，过去我一直说不再与他来往，他却不以为然。看来他是说对了。姐姐，自从上次芈月被大王训斥之后，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提那符节了。这一关我们总算是过去了。姐姐，眼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了。先生信上说，要我们先疏通好自己的关系，该打点的千万别小气。别的还好说，就是那个张仪，我们与他素无来往，突然上门求他办事，也不知道他好不好说话。不打紧的姐姐，那就是个贪财的家伙，我们多给他点儿不就是了？妹妹说的有理。这件怎么样？奴婢看王后穿这件红色的最好看。这件红色的是好看，但要是我说，这件杏黄色的更好看。妹妹，姐姐，这是宫里的绣娘们做的新衣。可不是，我让人给唐夫人、国美人和樊少使各送了几套，给你也做了几件，一会儿记着带走啊。多谢姐姐。眼下也就魏夫人和魏少使还没送。姐姐，还是给他们也送几套吧，免得他们有声闲话。我就是不想给他们送，你知道吗？这阵子他们一直与我作对。我跟你说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把这东西都拿走吧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朝中有人开始议论立太子之事了，一些人向那些擅长游说的客卿行贿。
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月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，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舒儿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，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。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、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，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请秦王托履解剑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无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你甩杯为号，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块痛处。
亲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，听我把话说完。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。